被他打野贼呢，张鹏宇，你叫人家贼呢，动他被我贼呢，被他打摸贼戳呢，他打戳贼啊！这要动静哦，找几个？这老马，我还乐，这老马尿死了。哦，要行了耶！你要好，你要让他抢啊！你做的哪来？你做的哪来？走！你做的哪来？这种招来哎，哎呀！你做的哪来啥？你要做的那到时不了。晒下了啊！这个多不多？石头吗？没干，石头吗？石头干嘞？石头。你这里给地蛋，对，收回来了，这是石头平米啊。这丢那个菜是啥嘞？处理。有，那石头的有。别抽了嘛。长野有，长野。石头这个菜，哟。搬家，搬嘛好搞啊！哦，这就落那么没绕过来了，这就到房嘛，自己到我半点了就落了，这没用菜哦，我们都记住啊。你把自己走的，那要各自当了。原来我肉对哦，这都是要得多种大嘞，这样当啊要当好磨，很周家。耶，需要这个豆敲来对来豆去。没定的，没定的。
嗯，咋漏了？我这不，家这呢要有真养好了在你，就我们跑出去还有个家，这安弄好你这他真的。是吧？rồi tôi gì phải cắt dài biết mà đấy. 吃肉哦，这那叫落蛋，这那说买给刀，这老狗子说刀，背呀都好脏。脏啊脏啊！脏啊！我也知道疼。上个之前尿到这。我这个给了。也说了嘛，我绕狗那里的刀包嘛，你毛狗一了了。这是一毛狗屁呀！狗毛的屁！哦，对，或者。不知道这种找的啊。一口累，一口。